病，病，他病好了，可以来上课了。不，不，他不喜欢吃面，他不是学生。不错，不错，你的中文说得不错。菜，菜，他只吃菜，不吃肉。今天晚餐有4个菜，1个汤。餐厅，餐厅，那家餐厅的菜很好吃。茶，茶，你有时间坐下来喝杯茶吗？